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国民党总统初选的结果。高雄市长韩国瑜以44.8%的支持度，赢过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的27.7%，将代表国民党参选明年的总统大选。韩国瑜的中正之路，为台北县议员到3届的立委，到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，到即卖做高雄市长，一路行来有啥物转变呢？来看咱的分析报道。 民进党也不是高雄人的爸爸，为什么每一次要投他？人民才是政党的爸爸。选情就是韩国瑜这话打动长期挺民进党多数高雄人的心，口才好、反应紧，真够鼓动人心，这是韩国瑜最大优势。今嘛做高雄市长，短短4个月，除了拼经济嘛，没中央。我一直在讲，下一届总统一定要顾到8个字：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。过去3任总统。 大概都是台大法律系的，那3个台大法律系的总统干完，大概台湾的经济跟竞争力基本上已经残废了。每一摆发言拢直接批评总统的战绩，外界认为讲伊有意要参选2020的总统，所以讲伊拢无承认各用唱的。我坚持不考虑2020。不过总是无将话讲死到5月份。国民党里面的5人小组还没有来询问。 如果询问的话，我的答案是 Yes, I do。变化这大，外界一直讨论，依照高民调，韩国瑜变成那样上界闪亮的政治明星。来看伊中正之路嘛是充满争议。也可以说，叔叔代表了本土的。 29年前做台北县议员的韩国瑜，无要互县长优请继续讲，等地杯啊冲起咧主席台。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了。 后来做立委，韩国瑜因为不满当时嘛是立委的淡水边发言，并都拍上淡水边。 曾经对第2届立法院有过高度期望的老百姓们，致上最深的歉意。在新北市出事，韩国瑜是冠村子弟，61岁以政大东亚所的硕士，性地有较歹，伫淡出政坛16年后有较改，讲话较笑，可以互伊兼鱼平身。流氓也可以喝水啊！那我不喝了，因为我不是流氓。 2012年开始做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甲议员王世坚交手，对话经过精彩会开始冲起来，影片的点阅率超过1000万人次。韩国瑜离开北农了，空港高雄市代表国民党参选，都开始党内无咧甲赞助，伊干挖靠几个网络小编，创造惊人的声量。现在有4000人在看你洗头发，真的、啊？对，4000个里面大概有3999个头发都比我多吧。 爱电国家自我滚笑韩流扫过全台湾，改变历营执政20年的高雄。市民期待伊将高雄变成全台的首富。不过，这个支持者替韩国瑜选总统，选前所讲的政见，敢会跳票，嘛变成外界关心的焦点。